上到嚟睇呢一個呢，就係兩房兩邊廳嘅單位。咁啊，先睇咗個廚房先。咁啊，業主留低咗張紙就話包雪櫃、洗衣機。咁啊，睇埋個客飯廳。咁啊，左右廳分明啦。咁啊，實用面積大概係376尺。咁啊，望咗個景觀先，就望返去長華村嗰邊。咁就再入睡房睇一睇。咁細房呢邊呢，就會對住浴室嘅。好，主人房。咁啊，主人房兩邊呢都有個對流窗。咁啊，景觀都係望返長華村啦。